買樓睇圈層，豪宅擁有嘅唔單止係宜居嘅環境，更係宜趣嘅生活方式。位於金星湖畔嘅高顏值、高淨值小區富居希公館，車享高舒適感嘅居家文化。全齡段架空層飯會所將建築融入生活，一處大人細路都啱玩嘅興趣俱樂部。喺社區圖書館打開繪本，漫遊花花世界；喺親子兒童區用積木搭建小朋友嘅奇趣宇宙；喺共享廚房同隔離鄰舍閒話家常；喺健身房體驗心率上升嘅快感。多功能社交空間，讓業主同屋企人同鄰里嘅相處當中，衍生對生活嘅熱愛，共同體驗美好嘅定義。除咗日常玩樂嘅飯會所，小區仲配置咗社交空間天花板、富居會柏金會所。精英人物盡在指間，共同成就，何樂而不為？圈層業主思享涵蓋私宴廳、KTV、會客廳等奢華社交空間，無論係生日 party、家庭聚會定係商務宴請、親友共聚，呢度通通可以滿足晒你嘅需求，既方便又有排面。項目在售，建面約83至130平方，創意3至5房。主力戶型建面約123平方，創意5房2廳3衛，雙套間設計，戶型方正大氣，明亮通透，巨幕陽台，湖光山景盡收眼底，創意空間多元趣致，貼合唔同家庭需求，拉滿美好生活嘅體驗感。當從容喺慢時光中遊走，生活擁有美好同靈感。好房子用心做，富居希公館。